台灣15歲到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，對2014年10萬人有5.1個人，遙觀到2024年的11.9個人。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就推出療心室文字的諮商的服務，要當用賴的對談的方式來替少年人消透心情。心情鬱卒是未開生命線有提供諮商的服務，但是時代改變，台北生命線協會也專門替網絡世代設計服務，透過手機用 LINE 對談的方式，給有需要的人通甲專業的人員排解心情。就是不太敢跟父母講說，比如說自己考試考不好啊什麼的，就會自己在家裡就是可能哭啊什麼，就是對，就是在家裡抒發情緒。但是通常其實可能找個人幫助會好一點。我覺得用 LINE 比較好，就是因為你不用想了別人的表情會是怎麼樣的反應，就是你想要講什麼就講什麼，因為你不知道別人的反應是什麼，所以你可以比較大膽的講出來自己想要講的東西。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2024年台灣15歲到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，為2014年每10萬人有5.1人，躍懸到2024年11.9人，加超過2倍。今麥台北生命線推出療心室，透過文字諮商的方式，就是希望用少年世代關係的方式，替更較儕人排解，幫助因走出困境。這個服務到今已經有2800人次受到幫助，其中15歲到34歲少年人佔77%躍懸。我們就在108年的時候，也是生命線50週年的時候，我們開創了這個新的服務，讓我們的服務除了電話之外，又能夠透過網絡、透過文字來進行協談。後來我們發現，其實現在台灣民眾使用 LINE 的比例還是最高的，所以呢，我們在去年開始就開通了這個 LINE 的廣告，LINE 的管道。台灣青少年心理的問題是愈來愈受到重視，不過有一寡少年人較無愛用講電話的方式來排解心情。面對這個問題，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為2019年就啟動療心室文字對談的服務，為傳統的電話服務下入多元的管道，使網絡世代使用諮商的資源，希望會當達到自殺防治的效果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